代社会中，神兽都寻求着各自的生活方式。我乃貔貅天鹿，是一只生活在现代的神兽。从上古至今，我可是这世上仅剩的一只貔貅了。天鹿。对了，我在他肚子里，怒脚，四不像跟他在一起吗？好晃，天炉到底在干什么？宝物？不对，怎么看都是普通的鸡，是给我吃的吗？可我不吃这个呀。我这店还不错吧？世界地都是我的了。也辛辛苦苦做的周边全没了。看来确实有必要整理一下了。是不像，我感觉最近身体变好了哎。那说明我这狗粮钱没白花。奔门开，注意避让，注意避让。我是可莱，在奔门部负责分类合成的工作。开饭啦！多亏了辟邪老大，我们才能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。不仅有定期体检，还有药物发放，下一位，鸡群健康有了保障。闲暇时，我们还可以欣赏艺术品。报告老大，这些是不能投放消化池的垃圾。我去救回。好帅啊！我一定要好好工作，报答老大。什么动静？那是辟邪，他居然还活着。哎呀，脚滑了。那是路人店的老板吗？
有兽小剧场。以下谁的花纹是梅花形状的呢？皮皮、辟邪、口粮 A。回答正确。这要是再看不出来的话，你就该去看眼科了。辟邪，《汉书·颜师古注》中引孟康曰：“桃拔，亦名伏拔，四鹿，长尾，一角者或为天鹿，两角者或为辟邪。”这便是天鹿与辟邪名字的由来。